Hello，各位觀眾。咁呢集咧，正如標題所見，真係好突發地記錄下此刻的感想啊！因為我頭先整完首歌，跟住之後睇一睇翻自己整歌啲時間，先至發現，哇！原來已經係即係都差唔多3年。咁我而家呢一刻嘅感想係咩咧？一陣間再講。好，咁所以咧，我真係啱啱幾分鐘之前到啦，就出咗3條片，分別係我嗰首歌嘅正式版，跟住之後一個鋼琴版，同埋仲有一個係伴奏嚟嘅。咁咧，有啲睇開我嘅觀眾咧就知道，其實我2個月之前咧係已經出咗這首歌作為約定呢一首歌一次噶啦。不過咧，因為我自己聽翻咧，覺得真係嗰陣時技術不足啊。因為始終嗰一條片咧，都係我人生第一次去曲詞編監啦。咁喺編曲同埋錄音啊監製方面係有好多唔識嘅地方啊。咁所以咧呢一樣咧就係點解我會重製呢3條片嘅原因啦。咁啊非常之強烈建議大家咧去聽一聽最上面呢一條片係啦。好，咁啊講一講此刻的感想啦。其實咧我係真係有少少一片空白嘅而家嗰度。好，咁所以真係空白咗。就係咧，我估唔到會係咁平淡地達成咗一樣自己以前好渴望做到嘅嘢。即係雖然你哋而家見到我得2個 view 咁樣做，2個 view 都係我自己嚟嘅，但係好開心。即係呢種感覺係，哇！就係原來真係達成咗一樣自己一直以嚟都好想做到嘅嘢咁樣啦。咁究竟我想做到啲咩咧？就係我希望出到一首自己係滿意嘅歌咯，真係會覺得哇 OK 喎，我都聽得下喎咁樣啦。咁咧講翻頭先個話題少少啦，即係編曲監製方面嘅一啲感想。話說咧其實我今次喺編曲同埋錄音方面咧，係用咗好多嘅新技巧，學咗好多嘅新技巧。我本身咧諗住拍一條片嚟專登就係分享翻我學咗啲乜嘢新技巧，同埋我自己批評下我自己啊，即係批評翻我自己舊嗰一條片究竟係有啲咩技巧用錯咗，究竟係做錯咗啲乜嘢咧？但係我發現真係太多啊，真係有啲太多啊，咁所以就算啦。咁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好簡單，但同時又好難。即係咩意思咧？就係我比喻啦，好似我而家後面呢度，我後面呢度成埲牆幾百粒掣咁樣，你淨係需要撳啱一粒掣就得噶啦。即係你揀啱一粒掣，然後撳一下，跟住就可以做到你想做嗰樣嘢。但係就係唔知邊粒掣咯。而我自學編曲、自學錄音、自學作曲、自學填詞，其實我發現我自己一直以嚟最難嗰位都係呢一樣嘢，就係究竟係邊一粒掣咧？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即係編曲咩打鼓嗰啲我最新編出嚟嗰啲，即係用咗好多新嘅技巧。其實全部技巧咧都係一粒掣嘅咋，真係一粒掣嘅咋。如果你識嘅話，如果你係本身已經知道呢啲嘢，或者有人教你拎住隻手話俾你知撳邊粒掣嘅話，其實你半個鐘內就已經可以 KO 晒我而家呢度用咗幾十個鐘先至編到出嚟嘅一個伴奏，真係有幾十個鐘啊！因為其實題外話少少啊，即係我有時都會諗話，我自己拍片啊、寫歌啊呢啲，究竟係為乜咧？咁樣呢幾個月咧，其中一樣我諗通咗嘅嘢咧，就係其實我做呢一啲嘢，就係為咗個過程咯。而我最想得到嘅嘢，其實我已經得到咗，即係不論呢一條片啊，不論我而家呢首歌，或者我將來嘅歌有幾多人睇、幾多人聽，我將來拍嘅片有幾多人睇都好，其實我當刻我都已經係用盡咗個全力去拍一條最好嘅片出嚟，寫一首最好嘅歌出嚟。而我出得嗰條片，我出得嗰首歌嘅話，即係證明喺嗰一刻，我係覺得係過到自己個關係，我覺得我自己中意咯。咁所以就算我2個月前呢個版本咧，我而家聽翻覺得
非常之差啦，同埋事實上亦都真係好差啦。但係我其實都唔會怪責過去嘅自己咯。唉，更多嘅嘢遲啲再講啦，好攰啊，拜拜。記得將那份回憶去埋藏在心內，香港的空氣，別回想，天天的去想，還是你，而我清楚嗎？這首歌作為約定，記錄着我的心聲。從前事物都已經風花雪影般散去，待那天雙眼冇時鐘了，無用再掙扎多一下，發現那天時還忘記住。這首歌作為約定，將化做你的心癢，還未說未得到的，只差半秒像背道，別再偷偷回想。要記得遠方裏的希冀未氣絕，仍能做到的，我會做到。重逢那日，要記得笑容要帶上，即使你的心掛念。從前那時，別再想到頭來沒再見，請握緊這一分一秒。這首歌作為約定，記錄着我的心聲。從前事物都已經風花雪影般散去，在這天終究要離開了，無力再掙扎多一下，到達這天時還忘記住。這首歌作為約定，將化做你我足跡，承諾我要好好的奔往理想的世界。縱使我已離開，就像那遠方裏的稀客未氣絕，仍能做到的，你會做到。補充多句，可能2個月之後嘅我睇翻呢條片，聽翻呢首歌，又覺得可以再做得好啲喎咁樣。咁所以繼續加油，慢慢悠閒地穩步前進啦。拜拜。